汗马回步，我军退守田宝山，这是有德之计，或是不得当军，你速速来袭，以解高皇义怒啊！我喊你4小时啦，不要将这张花交予我的父王，你千万唔通失误。公主，是皇姑娘你啊。公主，你一暝拢无困，又搁无食物件。 这是我家己做的燕窝糜，请公主你紧要紧。皇姑娘，公主，你还有啥物怀疑？皇姑，你的大兄是去互当军掠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无伤心是？我甲阮大兄一向是相依为命，我要来讲袂伤心。 那安尼是，你若还阁有这个心情，通好煮燕窝糜互我食。令我素英是靠信心就活落去。信心？是，我的信心都是太亲王。我相信，伊一定会替阮大兄报仇，因为伊现在已经下山去找4片过较量。 4片鬼，你为什么唔出招？你上文念的不好，我4片鬼，唔过一个有负伤的人动手。哼，4片鬼，你就令我太阳寺身躯受伤，强势咧对手手。太清了，西凉兵连战连败，敢讲你无要受兵？哼，因为我太阳寺存在，我要战到最后，一兵一卒。你。 西凉国不应该无端侵介就大同边界，唔对就是恁西凉。搁再讲，你敢无要为着你的兵士来失胜？什么人无妻子？什么人无儿女咧？
敢讲你目睭金金，要看到你的兵士高高惨死在沙场，走口！你太狂妄，四平贵，你敢真是遐尼骄把握？认为讲西凉永远没有胜利心，看手！定唔通逼人太心，逼人太心的人是你。你收听我讲，错先锋，赶尽杀绝为你讲。公主比你后来杀败阵，全军志出天意人。大战唔听。我忠言唔肯收兵，小红颜。关龙逼我赶杀阵，全军好武是我的好人，任你理由。千宝了，我今日不用你的逍遥啊！平贵小女，这个人品好，唔通空为害处心的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会破脸罗小兵？是毋是你惊我死在四平贵的手内，还是惊四平贵死在我的手中？东爷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影，自从你败在四平贵的手内，伊留你一命了后，你为着要感恩，反倒当你对发生感情对。你竟然会甲我讲这种话？江海，在。将阮父王用金莲甲夹来子，摕互太子龙看。是。这是龙族下旨要收兵的。阿大江海，在。传令了，立刻收兵，快水了。是。元帅啊，但我已经都认错了，你何必就遐尼生气啊？我问你，土无别人的功劳，该当何罪？元帅，你嘛代念讲你我东将岁月，如果亲情关系，你就原谅我。
水了，但是你要将我两项条件。赢，你做你讲，我一定照办。头一件，就将你所有记在公路簿上的功劳完全取消，所有的功劳都记在四仙佬的身上。应当，必须应当啊！哼。第二件，本帅爱你即时避酒，向伊四仙拢赔罪。你唔答应是？答应，答应，哪会讲唔答应的道理呢？赔罪，哼，赔罪就赔罪吧。地花，地花。大哥、二哥，是什么代志？相公夫人甲大小姐吼，来伫下寮要找你咧。嘿啊，吼，听讲吼是有好消息在要甲你讲呢。无错啦，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咯。莫非是边鬼？你要办事会调？办事会调，我是无听伊讲啦。边鬼伊是安怎想？三妹，三妹啊，恁做伙小配倒转来讲，四妹婿吼伫咧沙场是安尼练剑练成，唱跳西凉国的旋风，楚玉魂，画笑天宝山的寒风，用咧讲战得甲西凉兵是安尼节节败退，立了袂少的汗马功劳，恁这有哦，拢将伊的功劳记在恁的功劳簿呢。真是的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小姐，小姐，姑爷吼，即摆已经入大宫啊，等下吼，伊若是办事会调了后，皇上吼一定会甲伊安尼嘉奖重赏。到那时阵，小姐，你就是一品的夫人啦嘛。大关死咯，会当
通早日办事会掉。四成龙，我是专工来甲你赔罪啊！来来来，我敬你3大杯。啊，元帅，我总算感动呢。伊若是元帅的将领命令我来甲你赔罪，二来。元帅也是无应该来亏待你，来霸占到你的功劳啊！在，元帅，是啊，你是你去，还搁你怪我是无？若搁你怪你免你无要紧啊！啊！元帅，千万唔通安尼讲，我将啉就是。好好好。来来来。哎，元帅。我就明个再啉吗？我搁再敬你3杯啊！确实目睭酒量是袂晓的，也毋过3更过去，我就爱搁顺尔。我则替你顺尔就好了啊！这3杯啊，员工早日办事毁掉。二啊，是阮三小姐的身体健康。3啦，愿你夫妻早日团圆，安尼个无应该啉是无？啊？来，多谢元帅，我干杯就是。好。多谢元帅。来，我搁再敬你一个。我搁再敬你，我愿我这个西凉国啊，早日来消灭，永远都在降服咱大唐啊！啊！四成龙，来，我敬，四成龙，我敬你啦，我陪你啉啦，我陪你啉，来，陪你啉。
照计划，低头向西人站。是。呀。好。四平会，放张马，走到西凉的时阵，看你落在反兵的手中，如何度过一世？哈哈哈哈哈哈！